好啦，嚟到第19週啊，大戰啊！旺角場有傑志迎戰李文啊！今日呢場波大家都係為咗3分而戰，因為兩隊都要追趕榜首嘅大埔啊！一嚟開波有傑志嘅進攻啊，呢邊迪美魯夫有個射門，不過就俾陳家豪輕易接實啊！今日嘅傑志射門唔係好多，反觀今日叫做作客嘅李文射波機會就好多啦。呢邊安尼亞第一個射門就要泰利還身撲救啊！今日泰利都3番4次去左飛右撲，去撲出李文嘅攻勢。保利臣做個 1-2， 最後揾到邊個？揾到黃威，黃威側埋去，不過好彩仲有泰利。泰利呢個波還身接實啊！幫傑志仲係保住0-0。再一次李文嘅攻勢啦，左級右級出到嚟頂到㗎啦。不過頂到嘅後衞啊，呢邊鄧達斯解圍。上半場雙方唔係好多攻勢之下打成0-0。下半場出嚟再搏個，睇下啦，呢邊拿法寧也左推右推，冇人幫佢選擇自己射啊！射有近處，泰利撲出。撲咗1球，撲咗2球，撲咗3球，仲撲唔撲到啊？泰利好啦，呢邊保利臣嚟啦，一路推引晒啲人埋自己度，最後俾到邊個？俾到佢哋嘅射手艾華頓啊！艾華頓左腳一射，幫李文領先1-0啊！喺67分鐘，呢個波雖然唔係射得好靚，但係一個前鋒最緊要係咩啊？將個波擺入網，幫李文領先1-0。領先下嘅李文即刻有幾個調動啊！踢穩手突擊，將多嘅防守球員換咗出嚟，但係佢哋有一個機會㗎。呢度波傳到出嚟，射入埋㗎啦，安尼亞。但係 VAR 系統最後尾話佢唔係推人犯規，係搶波嘅時候踢中腳犯規，所以入球無效，比數維持喺1-0。咁啊，當然球證睇完 VAR 行到場邊睇到隻手唔係犯規，係隻腳踢中人啊，所以入球無效，比數維持係1-0。呢邊傑志都有機會㗎，直接出入去睇下啦，頂到線到後邊再鬥埋嚟，追翻入嚟嘅有迪美魯夫，波就入咗，但係都係一樣。VAR 嘅介入啊，最後判決係咩啊？有人越位在先。入球無效，雙方都喺 VAR 系統上面得到益處啊！咁啊，球證睇下啦，呢下先後真係有人越位，鍾樂安嘅越位，佢因為有動作去攞個波啊，所以球證係判決越位在先，入球無效，比分繼續維持喺1-0。呢度去到後段啦，頂到再射到都係唔入，陳家豪先第一個撲出。不過呢個波最主要開頭係越位在先嘅。去到最後，李文可以保持到1-0嘅戰果，喺今日嘅作客賽事以1-0朱兆基帶住嘅李文擊敗傑志。